行转爱走。早晨头，浮云很水雾，乡下漫过头昏山头，长长嘅茶园排列，排等对挖线一条条，半山排嘅深度一格格。远远看茶树枯等，像係水木嘅長龍，等漫不經心，佢都偷偷企起來，前足是嚇到，叫到怪，也好高嘅茶樹，一家偷偷黏容易打錯嘛。講講啊，你頭時險來你頭意，拿起看時看等一模嘅看來啊公婆嘅花。这片漂亮的茶园是在苗栗头份山上的兴隆里。茶园的主人叫徐时稳，他是第4代接班人。许家做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，到了阿文手上，全面转做有机栽培。采茶就用食指跟拇指，食指拇指就是找比较嫩的，你就慢慢找，比如说这有比较大叶的，这样2叶嫩嫩的也可以采，颜色比较深的就不要采，就采大概这样淡黄色的哈。阳光普照天气，一群都市人来体验我们的喝的茶究竟是怎么长出来、怎么做出来的。妈妈，这个叶子把它扣住了。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太绿了。这个，掐住它，然后你会不会？我就好远，把它弄断。以后我们在品茶的时候就可以知道，其实这真的那个茶叶整个过程，是很不容易的啦。对，要很珍惜。放眼望去，这一大片茶园没有杀虫剂，没有除草剂，但是有草蛉，有蜘蛛，有来觅食的蚂蚁，虎视眈眈螳螂，还有布袋虫。那里面有一只虫，就是那个茶虫。说我的加倍会。好，出来了，好丑。对，好丑哦。哎呀，对。都市的孩子害怕茶虫，但这就是茶园没有使用农药的最好证明。而秋冬时节，茶树也开花了，满山遍地生长的野花吸引蜜蜂来采花粉，生态丰富多样的茶园是食农教育的最佳场域。茶花那个蜜蜂会采那个茶花粉，就是我们吃茶花粉，然后到了第2年的10月就会长成这个茶籽，晒大概半个月就可以榨干，就可以榨成茶籽油，就可以做什么？拌面线、拌菜都可以。小朋友听了，很认真地蹲在地上捡茶籽，不过他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：妈咪，为什么这个树叶可以当红茶？其实茶园里绿绿的树叶不仅可以做出蜜香红茶，透过不同程度的烘焙和加工处理，还可以做出东方美人茶以及酸甘茶。走一趟茶厂，可以一探究竟。妈咪，你看我，慢慢来，再接一接。切不掉。到了。再拿，再拍一次。好来。万岁！这是茶厂难得开放的食农体验课程，从采茶开始，让孩子可以亲身体验制茶师傅工作这个行业的辛苦。还有大家，我们要去炒茶了。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嫩的可以。这个可以哦。对，嫩的可以。就它采到那个老叶了。这个也是老叶吗？这2个都不行。要采过的。这个看起来不行。有的人好像不是采茶，是采树枝哎。考虑到体验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半日，这次采用简化版的绿茶做法。首先把茶叶微雕去水，不用这么大力，
接着要揉捻发酵，要把它用力慢慢压，这样对，把它压成条状，挤压出来，水分把它挤出来。用掌心吗？对啊，对。来到这里，当然一定要来品尝当红的东方美人茶。东方美人茶有人称呼为白毫乌龙茶，仔细看看它的茶尖，烘焙过后呈现漂亮的乳白色。东方美人茶很耐泡，茶色会由初泡的金黄色渐渐转成琥珀色、橙红色，香气也从最初的清新鲜明渐渐转为有底蕴的茶香。这种茶的制作耗时细致，泡茶的水温也不能太高，才能保留有层次的口感。因为它的水温没有这么高，因为它75到80度泡出来的东方美人茶，它那个会比较甘甜，然后也有比较那个蜜香、果香比较泡了出来。假如说你要再给它降温，就是盖子把它顶住，这样稍微给它这样就降温，这样就它就会把那个水的温度降低。据说东方美人茶以前外销到喜欢喝茶的英国，英国人大为惊艳，就取名为东方来的美人。而这位美人香气持久，令人着迷，竟然是因为这只小绿叶蝉。这种小虫原来是一个灾害，会让茶叶减产，没想到却让茶叶多了蜜香。我们茶的汁液被吸出来，那植物就像我们人被蚊子叮会痒，那植物它不会讲话嘛，它被叮了它会产生次生代谢物，所以做出的茶就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。听了阿稳老板的讲解，有没有赞叹天地万物因缘聚会的奥妙呢？就像这一群从都市、从国外回来的客家乡亲，在忙碌的生活早已远离故土乡情，却因着这一杯香甜温润的茶，重拾客家的语言。哦，你啊做迄个，那就讲头摆讲胖凤茶，头摆迄讲胖，啊，你啊，按讲好听，你啊都按照东方名人茶。东方米人茶，红凤茶，红凤茶、东方米人茶、东方米人茶、东方米人茶，康凤茶，蜜香茶，係點啊？係簡單三味茶。要做出好茶，尤其是友善农法的好茶，是需要坚持的。天还没有亮，山中冷风阵阵，阿稳老板就要出发去载采茶的欧巴桑。所以你是一个一个去载？对对，哇，因为它不同的地方，分散各地。好茶在每一个人的付出中产出。你咁看有？有啊。好茶在每一个人的巧思中产生。在这一对夫妻的相互扶持中，生生不息。做有机，育草、除草、育虫、挑虫，这么辛苦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们小时候我爸爸他冬天就会带我们去割芦苇，割好带我们去推啊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为什么这个大家都用一些什么现代化的农药那些，为什么不用？他就说这个比较环保，而且割芦苇铺在茶园也比较可以维持大概2年，铺下去那边就比较不会长草，而且也比较耐干旱，也有腐烂掉又有机会，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有感觉，爸爸就对这个蛮友善的啊。我们阿稳老板当兵回来之后，就把家里100多棵水梨树都锯掉了。我就把那100多棵的水梨嘛，把它锯掉，因为水梨大概1年大概要喷农药大概20次以上，
再来说，水利喷农药都是从上喷掉到下面都，就是农民会第一个受害，所以我们就感觉就对这个那个农药就觉得很排斥啊。好，再来说那时候的那个年代哈，就是我们头份3湾就大概有，因为水梨农就是喷农药，这样肝硬化的大概也有10-20个肝硬化死掉。但是要转型做有机，谈何容易？曾经有一度想放弃了，怎么做？因为中间茶一直死掉啊，然后找改良场连看什么原因，改良场也抓不到病因。改良场也没有做过有机，怎么办呢？夫妻俩只好一步一脚印，用神农藏百草的精神，用辣椒水、用醋养虫治虫，慢慢找各种方法，甚至连肥料从哪里来都是个大问题。刚开始去找那个养牛的牧场，然后有找台糖的蔗渣，哇，那时候很多东西，还有到彰化去买那个花生壳，然后就堆，然后刚开始堆回还不怎么会堆，去那个四方牧场买那个牛粪，结果那个牛粪里面很多草籽，潘古拉草的草籽，所以我现在茶园很多潘古拉草除不完。多年来，夫妻俩坚持不用农药，遇到很多麻烦，像是到处漫生的小花曼泽兰。那小花曼泽兰，它会把茶叶整个盘死掉啊。做有机就是你刚开始还摸索不到嘛，所以有时候那一季茶搞不好收不到，收大概剩1/3。有些像我们采的茶，有些被虫吃，做的那个味道就没有这么理想，所以刚开始也是收成影响，然后卖的价格又不好，又被那个茶行嫌，所以是经过一些心路历程啊。但是在地小人稠的台湾，做有机真的不容易。说话间，阿文老板赶着去开水龙头喷水，因为旁边惯行农法的茶园喷了农药，就要赶快喷水洗去茶树上的农药。每当我们周边的茶农他要喷药，我们就胆战心惊了，因为我们有件严格啊，他就是说你不能验出农药啊，不像国外可以容许，像一些日本啊、德国他们容许空飘，台湾就没有，所以有时候其实就是说政府那有机的政策，当然你这个用意良善，可是你要考虑到现实面，因为我们台湾都是小农，你临近讲白的啦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你隔那2-3根本没用的，它空飘，像我们前几年风这么大，它喷下去大概3公里都会有农药，要怎么隔离？所以就说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就是说要下来，你要了解、倾听你不能说你坐在冷气房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啊。因为夫妻的同心坚持，现在的日新茶园是改良场带人来参观的有机示范点。20多年的辛苦，老天疼惜在心里。美国商人专找有机台湾好茶，找到了阿文老板，还拍了广告。就连台湾唯2的甲等评茶师陈焕堂也带了日本东京来的客人。I don't taste that kind of the taste and flavor in other teas, so that's why I told it it's very special. The green tea is very it's more like a spring taste, but the tofu beating is more the more like the black sugar, the how do you call it? 豆腐美人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。
以前相亲要特地跑去找外国人卖茶，现在严格的陈老师把外国客人带到阿稳老板的茶园。他的东方美人东方美人是他做有机茶的，有机茶最后的味道特别厚，蛮厚的，所以我喜欢他的茶叶，还有对东方美人来说，东方美人和红茶很近啊。我觉得东方美人最难做的茶叶的一种啊。阿稳老板的茶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让陈老师跟他做了30年的生意？伊做茶就是迄个照步来，照古早法做，伊的茶甘甜，袂苦涩。我不但买伊的茶，我是咧做茶生意，我甲伊的茶卖去世界各国，我想要甲伊卖去日本啦，卖去欧洲啦。即摆做茶就拢无照步来做起来茶就会感觉讲会苦涩。也无泡水，袂囥哩。上重要是袂当囥久，囥久会变质，伊会囥久袂变质，会愈囥愈好。客人走后，阿稳老板夫妻俩又回到赛茶厂，采茶、归雕、杀精、浪茶、烘焙，一季又一季，一年又一年。以前阿公手把手的教给了小阿稳制茶的方法。未来也会由阿稳老板传给他的儿子，传给他的孙子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行進藝種。早晨頭忽然很水霧，強下漫過頭昏山頭，長長嘅茶園排列，排燈對畫線一條條，半山排嘅深度一格格。遠遠看茶樹枯頂，像係水木嘅長龍。但漫不經心，佢哋頭頭企起來，天竺時嚇到，叫到怪，也好高嘅茶樹，一家頭頭黏黏咪打衝啊！講講啊，你頭時很來你頭意，拿起乾時乾等一模位，乾來把公婆嘅花。苗栗头份山上的兴隆里，这天日兴茶园有客人来了。老板娘甘淑华忙着做牛问水待客。我本来对糯米很喜欢吃，然后来这里，哇，这客家庄的东西好多东西哦，都我没看过的。哎呀，像这个也是客家庄来才知道的。牛问水这道传统客家点心原本是用糯米做的，甘淑华喜欢创新。黄色的是加入南瓜，紫色的是加入了芋头，绿色的是加了绿茶，材料天然，随手可得，还有漂亮的视觉效果。哦，哇，边仔就较快，嘿，无你小等下吼，煮起来吼，会香伊。无那一蚵安尼边仔有无？这边仔薄薄吼，停啊烫了起来，它也转油起，会不好看。结婚20几年，甘淑华已经是一个道地的客家媳妇了。她跟着老公学做茶，自己摸索做客家料理。想起刚结婚的时候，因为语言隔阂，新嫁娘也有委屈的时候。我阿婆她根本连国语都不会，她跟我讲客家话我也听不懂，都要她跟我翻译，她都不跟我翻啊，听久了，她说你听久了就会啊。被骂几次就会了。你现在听久了就很会了。然后现在会听了，讲还是讲不轮转。因为讲的不轮转，还闹了不少笑话。有客人来，他们都说张来撩，张来撩，
我想说张来了啊，他们又讲那什么张来尿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每个人来都要叫他去尿尿？张来了就是你再来玩，你要走了你就叫张来了。我想说怎么每个人都叫他去尿尿啦？张来了，张来尿。烫过的糯米团子加入浓浓的老姜、黑糖糕，也可以加一点南瓜子这些香脆的坚果。南瓜子，黄色的是南瓜，对，南瓜，绿色的是好吃，好吃，紫色。小学3年级就下厨做菜，甘淑华练就一身好手艺。未来儿子回来接班茶园，一家人考虑或许可以开个田园餐厅，把爸爸的好茶、妈妈的好料理都跟大家分享。喂，2颗柠檬哦。好，还有那个茶叶1把回来。好。老婆一声令下，阿文老板就乖乖照做，确保午餐能够吃到好料理。只是这柠檬荆棘茶叶用在糖醋鱼这道菜，还真有巧思。我们放茶叶进去，一方面可以去腥，一方面又可以提味。我是煮糖醋，然后我想说柠檬现在是季节，自己有种。所以我就用柠檬来代替醋。料理好不好吃，其实就在如何增添风味的一点诀窍。甘淑华常用的法宝就是这一味酸甘茶。这个肉质会比较不会那么涩，会比较软。然后那个酸甘茶本身它就是有一点橘子，它是用橘子做的，所以那个橘子跟那个肉还有茶，它又会把肉的涩去掉，整个又提出来。还有就是我们客家的豆干汤，豆干排骨汤，一般我们排骨跟豆干去煮，豆干它是放了陈年，它煮起来会越香。好，因为客家的东西都是要陈年的才好。所以我们加一些酸甘茶包进去，一起去煮，它的汤又好喝，然后它的肉，排骨的肉又会变得更柔软。酸甘茶是北部客家茶园特有的传统茶饮。农历过年拜拜过后的苦头干丢掉可惜，就挖出果肉，咕噜咕噜，很好喝的果子哦。我爱喝牛奶。然后放入老茶叶，再随各家加入不同秘方，比如紫苏、甘草、薄荷等等。里面刚刚看到有茶叶，我这个是用老茶，然后再加一些紫苏、薄荷、甘草这些青草下去提味，然后有看到有加一些少许的盐巴。盐巴下去就是一方面防腐，一方面就是也是提味。这几年我们试着用老红茶去做，它的陈化很快，而且味道也很棒。我小时候怎么看阿公跟伯公啊、伯公啊，怎么大人也这么无聊，也把那个橘子挖来跟茶这样和，像我们玩泥巴一样，这样和就拿来。常常又去烤去晒，我想大人好无聊。酸甘茶制作长达半年的时间里，除了久蒸久晒，还要压实压满。来帮忙。对啊。一方面去水分，一方面好保存。最后一颗颗褐黄干黑的酸甘茶，就是山居人家的保健圣品。它以前是比较省，就会用那个菜刀稍微这样切很省，像那个人参一样，就很不舍得吃啊。
听到有什么亲朋好友有什么咳嗽感冒就懂得分享啊，送个1颗2颗给亲朋好友。对对对，就煮成这样热热的，或加点姜啊，就用酸甘草加点姜给我们喝啊，就是保护喉咙啊。在日新茶园附近，放眼望去都是茶园和茶厂，这些都是阿稳老板的同宗亲族。后来就阿太，另外提起来八公。许家枝繁叶茂，归功于阿稳的阿胎曾祖父。据说他身高180公分，是一个传奇人物。那当时他就是个子很高，那以前就是会乡下就比较会有一些，应该是会有人会抢东西，因为当时那个比较物质比较缺乏嘛，他就会用我们早期那铜钱串在腰上，可以当武器啊，对，当飞镖。那所以一些比如说要压一些什么粮食啊或什么，就会请他类似帮忙押送这样。可能他也很勤俭，酬劳也很高。那时候他就，那我的阿胎就生8个儿子，我的阿公是第8，对，老8。然后就那时候他就盖这个3合院嘛，那赚了钱就盖3合院，然后就有些地人家不要，他就拿来垦荒嘛。那时候就是大概茶园有大概300家，那个水山田就大概有30几家。行走头份山区，大大小小的埤塘不少，这些都是前人利用天然山高地洼，然后用手用锄头拉着牛车挖出来的。我们这底下这个田都是我们连家的，这3个池塘是我阿公手里开的，我的妈妈、我的爸爸都有挑泥土啊。以前都有挑过，这个埤塘水不会干的。我们连家所有子弟，我也给他说服了我们从龙宫比放水下来，在我们底下，我们自己还有田在那儿，田开一个小水塘，然后装马达抽水上来，所以这个确定一定不会干。祖先传下来的家园，每一代都赋予新的风貌，开创新的生活。阿稳老板女儿许玉轩在学校学的是美容专业，她正思考如何多元运用爸爸妈妈辛苦种出来的有机茶，让茶不只能喝下肚子，也能擦在脸上。因为茶里的茶多酚、咖啡因被研究出有抗氧化的作用。大部分的茶叶中，它们的有那些农药啊，或是重金属会含量比较高，所以用于一些保养品就比较不适合。对，所以我们家的茶叶是属于全有机的，所以我才会比较有这个想法，就用于化妆品上。现在最主要就是想以东方美人茶为主，对，然后因为它的发酵的关系，所以它甚至会比像绿茶。它的里面的茶多酚啊，跟咖啡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它萃取来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，所以会比较拿东方美人茶来做最主要的保养品。要摸起来怎么样才可以？就摸起来有一点半酥半酥的这样，稍微刺手的。杀青完毕，东方美人的制作也接近完成。这一批茶要送到农会参加比赛。许时稳做茶30多年，曾经当选全国10大杰出农村青年，制茶比赛更是获奖无数。在头份山上，他守住了祖辈留下的家业。虽然爸爸曾经想让他到大都市去历练，去学做装潢。被我的阿公知道啦，阿公就说不行啊，家里有
茶园啊会荒废掉啊，然后他会在旁边教我啊，这样对，所以就很听阿公的话，就在家里做茶这样。阿文老板19岁之后，爸爸就过世了，他只能担下重担，跟着阿公的脚步学习，开始他的制茶人生。刚开始就是说摸索嘛，那阿公去世之后就比较少一个支柱嘛，那就跌跌撞撞也摸索。那30几岁以后就娶了老婆，老婆就也在旁边帮忙啊，鼓励我们啊，对，也是帮我们很大的忙啊，对。或许是命运决定了阿文老板的人生，他不能去大都市挥洒青春，但是他从台北带回来一位都市小姐，夫妻同心，在这苗栗山区坚持有机做茶，赚到自己的美满人生，也替台湾留下了好茶、好土地。